艺人小珍近年来透过极控制饮食，成功产肉41公斤，衣服从 XXL 穿回 S 号。近日她也在节目上试穿 XS 号的大衣外套，没想到竟然超级合身，让蓝心湄及其他来宾也纷纷惊呼：扣得起来耶！小珍靠着恢复成苗条的好身材，在近日的《女人我最大》节目中，身材纤细的陆明君拿出自己的 XS 号黑色大衣，要请她试穿。小珍也霸气脱掉自己的外套接受挑战。当时一旁的 Kevin 老师还担心表示，扣子可能会扣不起来。没想到她却超轻松穿进去，即使扣子扣上后也不会卡卡，看起来相当合身。主持人蓝心湄也称赞：“你现在穿 XS 耶，好瘦。”小珍花近1年甩掉40公斤，过去她也曾透露，自己最胖的时候，体脂率竟有41%，在医师、健身教练的帮助下，半年后将体脂降到21%。虽然瘦身成功，但他至今每天还是养成2个小时的习惯，通常是1个小时有氧，1个小时重训，让的体态一直维持下去。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竹。